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石磨心》。繁华的都市，夜晚经闪烁，像场的音乐响起阮的身边。虚情点面纸，假爱孤孤单，只有寂寞无看见。一蕊红玫瑰，一杯威士忌，像场的戏花围伫阮的身边。明知是虚伪。不愿来离开，因为孤单愈想着你。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，无药通医。不知影思念你原来是一种滋味。酒啉好醉，饮予伊时时昏昏去。对呀，你这尔也嘛还阁伫咧扫涂骹。唔免遐尔紧张啦，来，咱入来内面哦，啉一杯烧茶，吼，入来去。啉一下烧茶啦，对啊，打来宝也大汉啊，你唔安尼伊家当做囡仔共款。伊若安尼坐卡暗转来哦，我看你就安尼烦恼到要死。啊，甲关心这袂使啊？毋是讲袂用的啦，啊，当伊是教锁顶仔去佚佗，就算讲卡暗转来一个，你嘛免着遐尔紧张。阿爸、阿母，阮转来。转来啊？阿良，恁大家袂食饭吼？拢食饱啦。恁若还袂食吼，迄菜就烫好烧，袂当食啦。好啦。来宝啊，啊，恁两个出去佚佗，有讲着啥物无？啊是要讲啥？啊，就迄个，讲迄个。哎呀，也算毋知恁阿母吼，孝想要抱一个孙。对个，啊，来宝拄只哦，啊，笑一下，啥意思啊？我要哪会知啦？对啊，你哦，都甲阿母因同款，一个心肝啦，有甲伊孝想要抱孙着啊。刘丁的啊，啊，等你规暝看报纸敢袂洗？来啦，啉茶啦。谢谢啦。咦，奇怪呢，这几工仔米粉哦，哪会拢无敲电话转来？哎，你咧烦恼啥？大概哦，逐日哦，拢有甲文迪啊通电话啦。等因两个是翁仔某呢，当敢蜜甜啊。这个死查某鬼啊吼，嫁翁了就袂记我这个老母啊。你太安尼讲啦，但米粉对你哦一向是上友好，迄袂嫌一个啦。有影袂用的嫌的，电话讲谁来啊？你甲看。喂，嘿，啊？什么啊？嘿，啊，太安尼啊？哦，哎呦，惨啊，害了啊啦！什么代志啦？来啦，紧来去啦！嘿，
是要倒咧。对我来去就知影啦，行啦行啦。哎，推的推的，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啦。来宝吼，你去上班的时候，阿素丁吼，若替伊准备好便当哦，啊，搁一直吩咐讲洗车洗较慢的，啊，若喙干吼，加啉寡滚水呢。这安尼也算好消息咯。啊，这哪毋是？听迄素丁的口气哦，袂输是来宝的某共款啦。哎，是毋是因昨昏出去耍，因两个已经迄落啊？是啥物呢？迄落？哈，你哦，实在是哦，有我伤过敏感呢。袂是我敏感啊，我看会出来呢。哎，我看吼，啊无，咱来宝今仔转来哦，咱就甲伊参详结婚的代志啊。哈，人个素丁咱老爸哦，毋知肯也毋肯。这也着讲，啊查某囝放大咱兜，就表示讲素丁老爸吼袂反对这桩婚事啦。滚水滚啊！我甲苏来甲敬一下。是着呀。啊，你是安怎？今仔来遐尔啊晚？我惊讲哦，恁想我来啦，我水哦就先甲遐滚啦。但即马水已经滚啦，人客人来吼，随时就会当煮啊，哦。多谢啦。多谢啥？店都免开啊，有啥物好多谢啦？但你若叫我，是安怎来遐尔啊受气？那问题也出代志啊！问题出什么代志啊？拢恁迄了尾仔囝来宝害的啦！阿玉啊，问题出代志，甲阮来宝有啥物关系啊？恁敢拢袂记咧啊？迄天问题直接要掠迄两个歹人的时阵，就是恁来宝甲主动啦。即马问题去互人检举，讲伊故意放走两个歹人，定时已经要甲办啊啦！阿玉啊，若真是讲阮来宝来连累着恁问题啊，安尼阮想也真歹势啦。刘丁啊，你看，这代志你有打算要安处理无？就是恁啦，食饱伤用，开去饲了专门害人的来宝啦。伊害恁兜吼饲惨都皮了无够，即马害为阮兜来啦。我甲知吼是阮米粉也无滴的，啊若无伊知影吼，本地啊出代志吼，一定影响着巴肚内的囡仔啦。即摆若又搁拍算去吼，我绝对无放过你这口罩啦。头家娘，我转来。哎，来宝啊，啊中昼啊，迄有看食饭啊？头家娘，我便当伫车顶，我踮车顶食好啊。无喏，你看我都替你准备好啊，来，紧来食，来啦，紧啊！多谢你啊，头家娘。来宝，看你真神轻松，心情真好，是毋是在乱来啊？啊？乱来是人生上美好的代志，嘛是上刺激的代志。啊，毋过若是讲哦，若要嫁啊娶啊，就爱较细腻的。假使若是查甫娶一个歹某，还是一个查某嫁着一个歹翁，迄个下场吼拢共款，真悲哀。头家娘，啊你甲头家应当是真美满的一对哦。根本就无翁，迄时候人一直叫我头家娘，叫到惯死啊！来宝啊，若有一天你若有时间吼，再带你的女朋友来互我看卖，好无？头家娘，我要赶紧来出车。好。嫂弟，我等。来宝，啊你今仔遮早转来啊？啊，就阮头家娘惊我讲我伤忝，叫我较早转来休困。谢谢。来宝，
啊，你今仔无食便当哦？哦，有啦，啊，就阮头家娘吼，另外替我准备，我无食，歹势。恁头家娘哪会对你遮好？惊你伤忝，搁甲你准备便当。啊，伊几岁人啊？伊也无讲，我哪会知影？锁定，你想咱问遐尼济？好啦，你爱食伊的便当哦。若拢明仔早起起来，就毋免替你准备啊啦。大概吼，你较爱食人煮的。锁定啊，你即马是咧讲啥啦？我食阮头家娘准备的便当吼，迄是礼貌而已。无，好啦，无后边哦，我拢食你煮的，安尼好无？好啦。但别人对待你，就亲像你对我爱着。啊，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。阿母、阿爸，恁转来，来，你茶啦。阿母，啊恁谁仔拢唔讲话？听阿牛讲哦，文迪出代志啊。啥？问题是出啥物代志啊？敢是为着顶边迄两个歹人的代志？阿牛啊，为着安尼吼，甲咱骂甲无一项好的啦。想着咱这两家口啊，几若10年的朋友情，即马煞拢乌有去啊。想起来吼，实在想够悲哀啦。陈顺官，一切就拜托你啊！哦，若有消息吼，你随甲我通知好无？哦，好，多谢多谢，多谢吼，好再见。文迪啊，坐啦。文迪，我听人讲你叫人停职，敢有影？帮走犯人，本来就要用停职啦，而且就要去用起诉啦。加再讲吼，平常时我表现了袂歹，啊主管嘛真信任我，所以无甲我正式停职啦。但是规定我都要限期破案。文迪，这个案件根本就无成立，钱已经退互买主啊，我再讲买卖人口的事实也无完成，这对你运动无影响才对啊。哎呦，即摆讲这袂赴啊啦！啊，我的顶司嘛想要抓到买卖人口的无金主啊，甲送去法院监办啦。你的意思是讲，假使讲若是抓到迄个金主，你的代志都会当解决了是吗？对啊。文迪，真实的啦，害你受了遐尼济委屈。当初是你是看到我的面子，再将迄两个人放走。这个代志完全是用我引起的，到时我一定负责到底。啊，你是要负责啥啦？啊，你也不是警察啦，你莫再甲我惹麻烦就好啊啦。文迪，你放心啦，等我最后若是收一好势，我才托你去抓啦。我一定行你的清白。行你的清白，要安怎行啦？伊欠人100万哦，我看这世人都无才调行啦。行你的清白，你免笑伤啊啦！亲像这款人哦，世间人个无放假使会有尔啦。哎哟，阿玉啊，你莫共讲啊遐歹听无？咱文弟啊拄啊就有讲过，来宝吼，若有心要协助掠歹人，你着互试看卖的嘛。你莫咧空思妄想啊啦！亲像来宝这款人，你也敢对伊有不满哦？我问你咧，伊这世人敢有做过一件好代志啦？啊，太无咧！啊，来宝也毋是答应互人100万，啊救素丁啊一条命，这毋是好代志哦。而且事后啊，你嘛是共学了讲，哦，又偌有气魄，偌有男子气概的。你是头壳歹起来是无？就是因为伊出这件冤案事吼，才害你咱文弟哦，差一点无头路，你知无？咱囝婿受到遮尔大委屈，你还咧替来宝讲话，啊无你的良心是去互搞起伊哦？我毋是咧替来宝啊讲话，我是叫你莫受气，气歹身体也无路用啦，安尼敢毋对？对啥？对出代志到即马，你对推高行安瑞亚因哦，都连一句话都毋敢讲啦。像你这款哦，敢是查某人？查甫人袂像你安尼夹夹叫啦。是你家己无胆，莫当我提醒啦。谁讲我无胆？我三坑的巴肚来啦！迄出代志哦，就要用头壳想办法看安怎解决啦，毋是像你安尼啦，出一支嘴安尼这样就是外口啦。无当你是讲我一支嘴啊啦？好啊啦，阿爸阿母，恁莫咧讲啊啦。啊，歹人要来摕钱的时阵吼，我无当场甲掠开，迄就是我的毋对啦。虽然讲吼，我是考虑到来宝的面子，
啊，毋过伫职务上是我处理了无妥当啊，我家己都爱检讨啦。您放心啦，我一定认真去抓歹人，这件代志吼，一定会解决的啦。锁定，来宝，你遐尼晚，啥物紧去困的？伫咧等你啊！阿伯阿姆嘛足烦恼，你走去倒位，一直等你呢。拄则吼，我甲请伊入要休困的呢。真歹势啦，为了我的代志吼，无人你欠人足侪钱的，即摆佫惹出另外代志，我实在足遗憾的。我也无办法斗骹手哦，实在足无路用的。来宝，你有想到要安怎解决无？锁定，你莫烦恼遐尼济啦。叫我要安怎毋免烦恼啦？看到阿伯阿姆安尼忧头甲面吼，我心里足艰苦的呢。好佳在阿伯毋知即件代志，啊无吼，无一定会讲我带衰，甲我赶出去呢。你莫想遐尼济啦，你先去困啦。啊你咧，你无较早去休困，明仔载要安怎洗车？我听到，我明仔载请假。大头家，大头家娘，老早吼，像恁做这款大生意的吼，毋知有时间通去拔出来无？若有吼，就请恁过来一个啦。阮有顶爱惊恁喙干，要请恁啉茶啦。搁咧起笑，来插伊。人着好咧来请咱过去，无过去嘛歹势。迄个查某喙遮尔毒，声声句句都咧哭死咱，一款茶你也啉落去哦。要啉毋啉着改在咱，啊人伊着过来甲咱请，毋管是好意也歹意，咱若无过去哦，等下哦，话着搁一大堆啦，过来去啦，看伊哦是毋是敢甲咱拆落吧？呀！等别人对待你，就亲像你对我，爱着才知影疼。啊，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。请坐啦，阮兜较散啦，开即款毋食面店咧倒三顿啦。啊，若无钱通好买碰椅啦，恁着较委屈咧，罔坐啦。推卡瑞啊，食茶啦。刘丁啊，即摆人客我是甲你请过来，你有啥物话吼，就紧讲，毋通耽误人宝贵的时间。阿玉啊，你莫勉强恁刘丁的讲话啦。你哦，看你有啥物话直接讲无要紧，毋免客气啦。阮人向我一支喙嗷亮，我才会敢开喙咧。我看吼，也是较欠开阿蕊也先讲啦。人伊吼较贤饲囝，厝内也较有钱啦，毋则会饲一只鸟鼠家宝地。阿玉啊，你讲话嘛较差不多了哦，像是鸟鼠啊？你家己知的啦。我也无遮尔妖妖媚菜啦，麻烦你讲出来。讲是咧惊你，就是你咧了尾仔囝来宝啦。你即摆是咧起笑上？是啦，我即摆咧起笑啦。不过你过20当前就开始起笑啦。这个饲了毋食囝来宝咧害人。你若搁袂来讲哦，我就甲你抽跳盘。好啊，你跳看卖啊，你好歹来跳看卖啊，你搁讲。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快走！快走啦！走开呀！哎呦，龙头伯，你是咧创啥啦？吴先生，我是林来宝啦，拄仔出家无偌久。啊，你过来创？坐来遐车坐。啊，多谢。吴先生，我即件代志我想要拜托你，恁袂讲我带工一间楼房迄个大饼，敢若搁伫遮？哦，你是讲无记着多用迄个大饼？我敢袂当甲伊讲几句话啊？这我嘛要请示董事才会知影。
我笑啦，我啉几暝啊！老两个，来婆，你哪来阮伫遮？你上倒去。来婆，要啉无？花天酒地，行情袂歹。来婆啊，你是有啥物好康的，要报阮知晓？有啊，带我来去警察局一撮。啊，阮也唔去咧。真简单，啊若无，咱拢莫想要踏出这个房间一口。阿兄，拢，刚讲咱去互怪伫教教咱迄条艰苦的日子，你拢报袂记啊是？恁即马讲有知影悔改，继续咧做歹代志。头路歹找啊！歹找，歹找就会当有去做歹事。你敢知影？顶边看我的面子放恁两个人走迄个庭事，伊即马真有可能受到法律制裁，恁知无？阿兄，我拜托你，嘛算我互恁两个人有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。即马对我来去警察局，讲出背后贩卖人口的现象，恁即马只有安尼做，才有机会重新伫社会甲人